艺人迪英是演艺圈出了名的虎妈，当年她以37岁高龄生下孙安佐，后来历经3次人工受孕都没能再生下一胎，此后便将所有的爱灌注在孙安佐身上。外传迪英在家中专门为孙安佐摆设一台冰箱，里面放的全是顶级食材，甚至不准孙安佐喝可乐。不过近日孙安佐在最新拍摄的影片中，不但喝可乐踩妈妈的禁忌，甚至和大胃王比赛暴食沙威玛，被网友劝阻。孙安佐23日在 YouTube 释出最新影片，这次的内容除了健身以外，他还和大胃王丁丁比赛暴食沙威玛。原本孙安佐希望10分钟能完食10个沙威玛，最终挑战失败，总共只吃了6个，输给大胃王丁丁。不少网友看完纷纷劝阻孙安佐，表示感觉吃好大口哦，对身体不好吧？注意，佐哥下次还是慢慢吃，食物适量就好。挑战完画面带到孙安佐拿着可乐，并抚摸肚子，直呼我现在已经没腹肌了，令人不禁回想起迪英曾在节目上表示不准儿子喝可乐一事。当时迪英甚至表示孙鹏偶尔会买可乐给儿子喝，让他生气。如今儿子成年了，饮食似乎已不在迪英的掌控之中。